2026年5月，香港物業買賣數據分析。2026年5月，整體物業交易註冊為8537宗，涉及金額約728.43億港元。5月份的物業買賣註冊數據按月減少155宗，1.8%，以金額計算則減少約0.52億港元，0.07%。最新樓價指數已連續上升11個月。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公布，2026年4月二手私人住宅物業售價指數為316.6，較3月份的313.8按月上升0.89%，較2025年4月份的286.5則上升10.51%。按2026年5月份的註冊數據估計，尚未公布的5月份售價指數有機會在317至320點之間徘徊。詳細請瀏覽世紀21香港之樓市研究。